县推行4年的学语沉浸式教学已经第3年了，参加的学校也增加到14間，其中一間幼稚園今年限擴大到已能全校30班，錄用客家來教，希望本4年的學校化嘅環境更完整。不過大家也知，4年的搶睇學校好模擬，係冇家庭同社區共下參加，效果如會個有限咯。故所今年屏東縣還將學語返鄉運動落實到社區，由學語輔導員去到社區同民眾宣傳，呼籲大家盡量同4年的同人學共學，因為想要透過安尼嘅方式，將學校、家庭、社區嘅學語環境變做一張面，對模擬傳承更有效果。好，小朋友，來整體啊！法律幼法排界大通窗，小朋友變解還較有精神，開始教稚園嘅營業。好來，小朋友做。先生好。好來，數牙膏。牙膏。木竹。木竹。夜木竹提呀。數牙膏。兩係內部鄉嘅一間教稚園，也係屏東縣第一間實施全員學語沉浸式教學嘅教稚園。拍手預備，開始，1、2、3。按咯，點啊？阿哥，เข้ามา來啲拍手，來，全員學語沉浸式教學。就會強調每個班當日攏有一堂課係進行學語教學，同時先生到課堂當中完全用客話。捱做動作唔嚟講哦，可能你最厲害，好嗎？好來呀，看呀，一乜嘅？我哋有啲老師啊，教學夠認真，哎呀，教得夠精彩，所以人哋教也真聽，啊學嚟話講客話，要幾會講，所以個希望人哋嚟推廣。不是講我們也好，都用3班來做。像美語叫雙語教學嘛，就是早上講中文哈，下晝都講英文，下晝先生都講英文，全班同學都講，讓4年呢很快的融入這樣子的一個環境。我哋呢客家話都蠻按強啊，就是講4年先生講客話，我哋呢課堂上面嘛講客話。來樂意事實上，屏東縣推行小學學語沉浸式教學已經第3年了，總共有14間教稚園加入。過去嘅14間教稚園攏只有部分嘅班讀新樣，今年呢間教稚園係全員實施，拄好7位先生攏會學語，同時攏通過學語初級認證，實施學語教學也更加理片。本來老多咧學嘅也愛，甘願用4年頭學教，實在多點時間學英文，沒想到家長攏當贊成學教嘅想法。家長喺家陣講，嗱喺開學之前呢，因為開始陸續嚟呀，就報到嚟人家學校讀書嘅時間嚇，因為嗌到個團嚟講，我哋喺家長嘅學校嘅，啊又願意嚟接受我哋嚟講客話教項目。你一啲家長不管係新移民，也係有河洛人，也係有外縣人，佢都唔可以嚟講改好啊，學教一種嘅語言，對呀，就成人嚟改好。有家長嘅支持，學校還較有信心，將當套方法營造學語環境。像萬年時代看到嘅斯卡，也係鋪過來上報嘅廣告。除了有英文翻譯，還係有學語羅馬拼音，增加接觸客話嘅機會。加強聲音咧，除了以為講，又話我呢啲是幾嘅客家話，所以我哋都用親子嘅方面是屬於有貴安尼環境。有時候講14嘅，因為因他對小班可能唔識，到中班大班，因14嘅時，因嘛啲我講有乜嘢嚟識啦。所以我哋能我以古拜安尼環境不一樣呀。連先生用嘅學語教材也當使用。屏東教育大學師資培訓中心主任陳仁富喺電腦客家字體，
3年外前接受委托编写抗议教材开始，特别将传统教科书的课点修正，让内容更加生活化、更加好用。嗰道客家教材啊，常用念谣。念谣有一个好处，虽然念唔好，改起名，但是呢，真是爱对话时间，唔晓得转化。所以，俺哋感觉讲，喺幼稚園，俺哋嘅演繹課，因為日常生活中每日會經過嘅事情，俺哋因為馬上學嘅都可以用。新營府所編嘅教材，除了保留童謠，還加加強一條小朋友平常會接觸嘅人事物，既然要生活化，新營府強調，單請靠學校嘅教育係無哪解，就算你下行動院當到小學，弄到推行抗議生活學校。可規模家庭還有社區，同學校連做一個面，效果有限。母語復興運動喺國外經驗也係一樣，唔一定要有社區嘅支持。社區係有安尼公司，家庭有安尼公司，伊歸到落下，伊能會願意雖然能有機會講，所以也3點係可以合放落嘅時間，也合法能有可能成功。我哋喺客家推廣員，會同客家講客話。推廣客話，希望能做生意嘅時節同人講客話。關心到對客話傳承嘅人其實當多，想有機會葡萄園就會用傳教士嘅精神同方式，帶定簡單嘅紀念品，呢家義府去推廣客話。來細阿妹，你做生意可以同人家講客話哦。後面，我哋喺客家話抗議推廣員哦，推廣人家講客話哦，唔可以同人哋講客話嘛。哇！一方面啱喎。36位葡萄園分六組，透過該社區進行為期3個月嘅客話大基礎發通，希望透過社區方式同互動，讓民眾去重視客話流失嘅危機。如果有傳教士這樣的精神，要有耐心，要有耐心，各位唔可以有東西去背，來聽伊講啊，睇下個客家莊，去講客話。唔係講客話，只有在學校嘅課堂上面講客話。啊，如何本來的呢？後生嘅新人呢，可以提錄卡對來講客話，所以大家來討論如何弄講客話嘅機會，來去更親近、更營造。這樣會長得很香很老哦。抗議前進式教學，抗議反向運動，想用客話潛入學校、社區、家庭，羅論體制，弄愛講客話。挽救母語無法度暫時看到效果，不過只要有行動，就有希望。